镜头所等的台湾，拜六就要选举咯，各方的人马是把握到最后的时间，拼战邮票。先来看第三势力，宋楚瑜早起是到桃园去拼选情，要来冲政党票。立委方面，郭台铭早起是替亲民党的立委候选人李正浩来辅选，那亲身帮伊剃头，搁伫个卡架片来写字，写讲精忠报国，袂当贪污。你要下定决心。 进国会，对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提剃头刀为亲民党这个立委候选人李正浩剃头，代表新兵进军国会。做模具出身的，这个手怎么不稳呢？对。刚才剃头阁无够，郭台铭阁牙鼻伫李正浩的卡架片写“精忠报国，袂使贪污”，真有效果。他必须要谨守这个分际，好。 是讲郭台铭主题兵分别列入亲民党甲民众党不分区的名单，听讲民众党内有人对郭台铭对相平真有意见，选情之夜无要回上台。听柯市长的还是听内部的？对，内部代表什么我不得了解。跟柯市长跟蔡壁如沟通的管道是畅通无阻，那么这个我想绝对没有外面传的这些问题。 同一个时间，前总统马英九嘛到新北市中和陪国民党这个区方瑶到市场扫街派票，民进党这个现任立委江永昌进前请总统出门来声势嘛真强。第三势力拼选举，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早起伫桃园车队扫街，搁到庙内面参拜，车队经过杨梅、平镇、中立、桃园区，一路上拢受到民众热烈欢迎，拍拼要冲选情。